光了，也还是不行。这个行为上的事情，虽然是可以有人知道，有人福建的，要是你们不当心，你还有哪个人这样不是要这个机会啊？那么你现在就在社会上搞了一个事，都打起来，一定是要加倍，我觉得在方面要这个很宽的。所谓在空间呢，因为这个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，现在的这个世界呢，沟通以来啊，那么样子各方面的这个关系啊，天天多起来。那么样子在时间上说呢，没有这个比较这个长的时间会左右学生在这个学校里头，有这个几十国的这个儿童在这个学校里头受这个世界的教育。这个里头的教员呢，也是有几十国的人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也成了一个同志会，因为这个学校有种种的同志会，就叫做这个世界学校某国的同志会，包括美国也有美国的同志会，我们也成。你们穿的衣服也是母亲给的，你们住的房子也是父亲母亲给的。你们要是出来做错事，这一切的这个。我们要非礼勿动，不应该看的东西就不去看它，不应该听的声音儿童。我们如果要挽救这个空前的国难，非使国家富强不可。首先要使中华民族复兴起来。换而言之，复兴中华民族，为的是要使中国富强。中国富强，才可以救中国今日之国难。我们中国有4000多年悠久，我们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复兴，我们中国也一定可以富强。所以我们一致地庆祝中华民国万岁！中华民族万岁！中国国民党万岁！名人演讲。肯定是我喜欢。哎，还从哪里对吧？从那边，哎，你那啥，从那边从哪？还有呢，这个这里是小的小。哦，这中间的，哪里就哪里，哎，好。拿回来以后不骗你了。行。你看这小孩多好啊，像你一样大的。好吧，再讲。你看这小孩子多好啊，像你一样大的。好嘞，拿。对吧？
笑你们好，笑，笑，你看，笑你看，